伫咧高雄的燕巢有一个真特殊的滚水湖，也有好食的芭乐。这款物件也加做一本自然生态绘本的内容。当地图书馆甲金山国小的学生囡仔开半天的时间，做伙创作出一本有华语也有台语的有声绘本。囡仔人透过写故事、画图、录音甲唱歌，熟悉家乡的文化。 燕巢金山国小的囡仔用台语唱出家乡的特色，因上欢喜的，也是这本燕巢有看头的绘本，总算是出版啦。因为这本册文字甲图拢是因创作的。绘本也字少，它字很少，但是它图画很丰富。那透过这个图画还有字，它可以去创造、去想。哦，原来我们燕巢是这个样子。 原来这个图片是这个过程是这样子，它会有在地的认同，包括内底用语嘛是拢囡仔家己讲的，迄个过程这个故事要安怎走，要安怎行，拢是囡仔家己去想。内底的角色内底有阿公，也有囡仔要去找金山伯啊，这囡仔拢是这名拢是囡仔家己号的。 讲到燕巢，就会想到遮有名的外世界太阳国。金山国小的囡仔，甲遮的地形甲地景，拢用水墨画出来。透过图书馆老师的引带，因做伙画图、编写故事，阁有台语老师斗相共，翻写做台文，写词编曲。最后囡仔唱歌录音，规个过程拢是课程。因学到这本绘本要安怎创作。我自细汉我就爱看绘本的。 不过绘本要求我贵，真正的绘本它是非常的昂贵的。但是呢，咱的囡仔吼，伊若透过绘本咱若甲带领咧去看的时阵，囡仔的想象空间会足大。哇，有够侪5岁10岁的话呀！ 听囡仔的声，看古水的彩图，充满天真的想象甲乡土的滋味。即摆出版2000本的新册，会送予全国的图书馆，要予较侪人知影燕巢是一个遮尔水的好所在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